民众向议员陈情这个乌龙罚单的事情呢，你可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有关那个乌龙罚单的问题，就是民众因为红单、举发单他没有缴纳嘛，收到我们交通事件裁决中心开的裁决书，他收到这个裁决书的时候，怀疑他自己他又没有这辆车，也不是，没有这辆车，那段时间也没有违规，所以他有问题嘛，来我们裁决中心这边询问嘛，一般来讲这个案子。到我们裁决中心来讲，我们会看他的违规当时的状况的资料内容有没有错误。其实这件案子是因为警方当初开违规单的时候输入的电脑资料的身份证字号输入错误，导致民众收到我们的开的裁决书。像这种情形，在我们窗口的话，我们会把发觉错误的话，会把那个身份证字号把它更正回复原来的那个给原来的。违规者这样是这种情形。那这位民众他是说他有来监理站，然后你们的工作人员把裁决书收走之后，跟他讲说没事。可是他经过1个礼拜上网去看，他说那个记录你们并没有把它消掉。那这个你们后续怎么处理？后续的部分，目前现在已经把它更正到正确的身份证字号违规当事人。像民众如果说怎么被我们收单收起来，他怀疑有没有处理的话，其实比较正确的方式就会以申诉，就是申诉嘛，说我为什么有这张罚单申诉理由写一写，然后他联络电话，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审核的结果会再告诉当事人。目前是这种情形有些状况因为比较有些民众有些比较肯定的东西的话，有些会会请我们同仁立刻签办，然后把它移到正式的证号里面，是这种情形导致这位民众可能有一些觉得有些疑虑其实在现在在电脑系统去查的话，已经这个违规单已经是没有了，这样没有他的相关的违规的情形，这种情形。这个案件经过查证，实际的违规人杨姓民众，因为他闯红灯，所以遭到本分局去拦查制单。因为在该杨姓民众的身份证其中一码，我们在输入裁决中心系统的时候，产生了一个误指状况，导致造成当事人的困扰。这边深表歉意。本案本分局已经依规定的程序正式发文给裁决中心，并且复制给这个陈情人。同时，本分局也会再加强举发单入案的核对及服务品质。是怎么样误指？跟我们讲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就是因为身份证号码，它因为是手开单，所以就是一个数字，它原来是7，然后看起来很像2，所以我们就把它误指为2，所以造成了当事人的困扰。